你有冇諗過，喺歷史長河入面，點解有啲偉大建築同藝術品要做到咁極致，一絲不苟？每一個雕刻，每一塊打磨過嘅石頭，都好似訴說緊一個關於完美嘅故事。咁樣用盡心力去追求極致，係咪真係值得呢？聖經喺列王紀上7章9節咁講，都是用上等寶貴的石頭，按着尺寸作成的。呢句說話唔單止係形容所羅門聖殿嘅建築，佢其實提醒我哋，當我哋為神做任何事嘅時候，所獻上嘅唔應該係馬虎求其，而應該係我哋能力範圍內最好最寶貴嘅一部分。因為我哋所侍奉嘅神，係宇宙創造者，配得所有最美好嘅獻上同敬拜。每一個細節，無論係你為人禱告嘅真心，服侍弟兄姊妹嘅熱誠，定係你個人生命嘅每個微小選擇，當我哋用愛同熱誠去完成每一樣事，都係我哋對他最真摯最深切嘅愛同敬意。